继续关心自控技术环太平洋军演，美军的卡尼文森号航艦打击群内面的惠珠吉罗号最近接按 NSM 海军打击飞弹，这个打击飞弹有强大的反舰能力，嘛会测试相关的性能，敢会伫即届的环太平洋军演顶悬进行适当的射击来验证伊的性能，受到外界关心。 2024环太平洋军演第二届开放媒体参访各国军舰。公司新闻从美军费兹杰罗号驱逐舰军方开放及主舰炮飞弹发射坑顶展军事实力。美军费兹杰罗号的武器系统上大的特色，就是有装海军打击飞弹 NSM， 要来取代什么呢？就是要来取代原本汽车飞弹的发射架。不过目前这个 NSM 也无法度加新轮系统来做整合。 所以暂时用锁落式的方式，把 NSM 直接锁伫咧飞行甲板顶头。NSM 海军打击飞弹射程超过180公里，反舰火力强大，2个月前才顺利装伫军舰顶悬。美军真保守秘密，无开放互人翕。 费兹杰罗号隶属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军演期间捌做伙执行空中、水面、水下舰舰行动。费兹杰罗号较早捌发生重大浪船事故，2017年伫日本外海甲货轮相撞，致使7个人不幸死亡。费兹杰罗号嘛紧急进入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修理，到尾开大票155亿，差不多2年半才修理完成，重回舰队服役。 Fitzgerald's mission in this, we will be tasked with the Carl Vinson carrier, and they'll carry out taskings for us as directed. They'll tell us what to do, and we'll follow through with it. It's a new projectile to replace the old 70s Harpoon missiles, so it's brand new. We're going to be testing that out and see what it does. 这届环太平洋军演的最高调，就是要拍船。美军费兹杰罗号敢会对卡文森号出海，做伙来验证 NSM 海军打击飞弹系统是值得关注。另外，记者嘛有去日本运输舰国东号，唔来当载运135个船员，另外还佫会当载330人。 记者即马就徛在日本国东号运输舰顶头。记者即马徛的所在，就是船的飞行甲板。虽然国东号无咧载军机，不过嘛是会当互直升机来停。这个飞行甲板一届就会当停2架直升机。国东号会当停18台9式战车，透过升降甲板载运。船舱内还佫有 LCAC 登陆空气船，若做拄到自然灾害甲时间早烧热，快速投入救援救灾任务，上济当协助200个受难者脱困。国东号会当支援 卡车运输的任务，会当看到记者即马徛喺这个平台，一直咧清起哩，会当看到伊有真强的升降能力。We joined the Iron Fist 24 exercis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and so we conducted amphibious operation training. 日本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本来团出派2架准航舰出分号、加护号，不过这几天伫珍珠港拢无看到军舰的踪影。对这件代志，日本无回应。外界研判，日本可能把防卫重点放伫印太地区，执行其他任务。记者综合报道。